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是要开始今仔日主日的崇拜，请咱把手机关伫震动的位置，备办心三角来敬拜，请走乐。
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兄弟姊妹，这时咱请起立，咱要用使徒圣经来三角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舍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时咱要来三角交托启应文25篇，启应文25篇也是诗篇103篇，伫圣诗后面1043页。启应文25篇，我来刻，兄弟来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创造万物的主宰，愿感谢你。你赏赐人类有活命，搁使人类管理一切受造物的特权，总是因为人类的罪性甲私欲，亏欠上主的恩典。你甲阮徛起的环境破坏，土地打扫，粮食欠缺，恳求上主的怜悯悠然临在伫人类，撤销人类的污渍，互阮获得甲你美好的关系。阮也要感谢你带领台湾这块土地
虽然目前疫情也未退散，社会依然不时有侪侪不安的新闻，也据你的话教是阮讲，既然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迄个人有福气。恳求你的话常常激励阮学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合行即款的教示。即时，阮也要为着桃园教会的福音的宣扬，为主主来求讨，求你的圣神的火点到兄弟姊妹的心，搁开阮的目睭，互阮有属灵的眼光，看起即块土地福音宣扬的迫切性，互阮愿意用祈祷合一委身来回应上主的呼召。阮也要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恳求爸上帝你医治安慰的圣手临到，冷心倒退的求主加添因的信心，火热因的心，出外的主的平安保守因，出入拢得到保守。今日你差派国际读经会叶秀敏长老来到阮的中间。伊要分享你的话，求圣神临到伊的中间，也临到阮的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交叉，帮助阮明白你的道理，成做阮生活日常的帮助。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赞美。
正道，即时咱要请国际读经会叶秀敏长老来分享的信息。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叫做“神通广大，化解鬼计”。经文的部分伫分享的时，叶长老会带咱来看。我所敬听的牧师长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对家人来我住伫十指搁较过遐。我伫细汉真细汉时阵出世，我就伫阮阿公阿嬷养饲的下面大汉。我阿公张开尾变牧师啦日本时代40岁信耶稣，信耶稣了伊就诚做新创作的人啉烧酒创啥物代志都拢无呀，就变做新的。我伫伊这日本时代这牧师带伊信耶稣了，迄当时是Holiness教会圣教会所以我细汉真细汉时阵，我就有迄记忆，我坐伫伊的骹头屋伊逐工透早4、5点起来，伊就读圣经、唱诗歌，学了上帝就读圣经。我真细汉我就看伊安尼用红笔伫圣经安尼画安尼写，唱诗歌所以自细汉理所当然，我就是诚做一个对伊去教会的人。感谢主，我讲伊伫糖厂上班退休了，伊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事工。伊伫即个糖厂中间下班，伊就去传福音。迄当阵差不多民国40年民国40年的时阵。伊下班了，伊就骑脚踏车。迄当阵只有脚踏车尔，伊主管伊有脚踏车，伊就款锣鼓甲写大字报，写毛笔字，写足大张安尼去大树骹。你知咱知庄骹拢有迄大树，一丛大树大树骹就是人咧斗阵的所在，有一把甘蔗菜伫遐，就是庄骹人就是伫遐咧破甘蔗。所以伊定定一礼拜几啊工，伊就是去遐讲锣讲鼓快，咚，来，食饱趁够早。今仔日上帝要来找囝，囝伫倒位囝伫倒位上帝放紧囝要来找囝。我阿公就是用安尼传福音开始，就开始讲故事。有一天，一个人号做耶稣，伊是安怎样？古早时代就足爱听讲故所以伊就是安尼传福音。我自细汉伫伊边仔就看到伊是安尼做，伊卫生伊去学南管去学男扮女装，就是要改变伊家己啦会当屈会落去安尼。所以这也是对我真有影响，我目前我今年71岁我50岁以前，我伫建筑公司咧起这厝的建筑公司30年。我退休了，我进入我家己的公司迄落生物科技的公司佫贸易。我本身我是头家啦负责人。我参与即个每日研经水这读经会已经有20年。我担任理干事20年。就上次我也是即个灵命日粮。我相信恁手里可能嘛有这灵命日粮即个中文版的创办人。今年是第26年。阮这有发现58种的语言伫全世界。我参与这就是我是双职侍奉的人，就是我是做生意趁钱，24点钟久我做生意趁钱无益因为咱这时间地球咧转咱这2时别个国家是暗时所以我是24点钟久做生意趁钱的人，我也是24点钟久传福音的人，所以我是双职侍奉，不是代职侍奉我是双职侍奉要求很多的所以今仔日用这个时间来介绍咱的这个读经会受咱教会真大的支持请弄到读经会的好读经会就是
艰辛侍奉吼，为主增进新的环境、新的负担。阮即马搬去一个新的办公室，有较好势、较大间吼，有真好的心情甲计划安尼吼。感谢大家关心甲支持吼。好，即个阮有即个读经设计吼，读经设计真好，帮助咱每一工吼，会当有一篇吼，有一篇带咱读经，阁有解说安尼吼，有一个方向，有一个速度啦吼，这真好用。像我手提即本也做大字版。吼，大字版，那50-60岁以上的吼，会使订阮的大字版啦吼，也有较细本的吼，即个一年有3本吼，一年有3本吼，一年4本啦吼，好，阮阁有一个真好的活动，就是圣经由衷的讲座。咱读圣经读20遍，可能你还是灰灰啊、噗噗啊。但是经过阮圣经由衷教恁安怎比、安怎记、安怎迄落时真知影讲哦，历代志上是咧讲啥？即个路加福音的重点内底是啥？你会足清楚的吼。比参加阮的圣经由衷一摆了啊，赢过你家己读圣经读20遍。吼，即个活动足好。目前阮伫今年吼即个要去美国吼9月，阮有6场吼，阮的执行长吼伊去美国纽约吼有6场的即个圣经由衷，搁泰国曼谷吼伫10月有2场吼，去带遮个教会吼安怎会晓记圣经记好条会知影圣经是重点是啥物，所以伫遮我代表读经会甲大家请安，相时祝福咱教会每一项事工拢成功，会记得读圣经支持即个每日研经释义吼，甲阮的事工吼。好我今仔日即摆我要进入我所要讲的神通广大破解诡计，神啥物也做神。所以我今日速度会足紧的，所以恁耳孔要听较紧的吼。咱所持守的吼，毋是环境，毋是经验，咱是安那根据圣经。圣经是啥？圣经是足立体的，伊内底拢是故事，故事阁有家谱。有的人读着家谱，讲哦，足烦的哦，咱全体啥物人生啥物人，但是伊拢无想着啥物人生啥物人，有才调写甲遮详细。我问你咧，恁祖先几代你有写着无？你甲恁阿公、甲恁阿祖去哩，我看你都毋知影啥是啥。但是你知这圣经几千年来会当记甲遮清楚，你就知影伊有伊的作用吼。搁内底故事拢印证即个圣经吼。好，圣经吼经过1500年40几种无共款的学历，搁无共款改赞的作者吼我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纵？按不下去。但是圣经对头到尾拢无矛盾啦，拢无矛盾吼。是你对历代志上，还是来看马太福音，还是对创世纪来吼，拢有伊的作用吼。好，圣经是上帝所甲咱默示就是甲咱感动，甲咱意思，互咱知影是要安怎吼？因为古早时代吼，无像咱即马有纸印刷，嘛无像咱有安尼教会咧讲，无，因拢伫咧旷野过样会当听着啥？就像阮阿公讲，伫咧树仔骹安尼讲故事，安尼阿公传老孙安尼吼，才有法度吼。所以就是爱传爱讲吼。到400几年前，咱开始有印刷，有发明纸，有印刷了，才开始真侪。上古早400-500年前嘛是敢若主教、国王才有人念圣经互伊听，百姓是无资格通听到圣经的。所以咱即马真幸福，会当有圣经的即个机会吼。圣经有600种的福气，600种。应允，上帝所应允的吼，所以你若感觉你真善车，我劝你认真对圣经摕，一工会使甲摕足济吼，600种的福气随来一摕吼。伊有8000几种的教导
互你要得到财富啦，得到利益，得到福气，得到保庇，这是全世界法律啦、正义甲疼爱的根源万年不变的真理。坚固你的家庭事业，带你人生光明的路途世界发行量全球已经有3000几种的语言翻译本逐个你读我建议咱大家唔好干那一本圣经，干那一本圣经有啥物唔对？咱唔是读足久啊，好学本读足久啊，但是新的圣经就是有新的考古证明迄当阵时阁有新的翻译校正过去有小可偏差伫倒位的讲法，也是迄个偏执的方法。所以恁大家一定要有新版的圣经出来，一定要买，因为这是一个更新。敢像你手机5年你若无要换手机我甲你讲，你就袂通啦。所以我劝大家亲爱的基督徒圣经爱真侪本，我个人圣经有几本，差不多22本。差不多22本，各种的编辑包括当然这也包括英文、西班牙文、甲日文，我家己对语言嘛真有趣味所以我会参考足侪这个圣经好，咱来看，即马灾难遮侪，头条的新闻拢是啥？哇，啥物疫情安怎啦？倒位安怎？搁有新的迄个霾菌走出来啦好，所以。这个意外哇，足侪，包括着低温、着加济，啥物足侪啦好，这真侪拢围伫咱的身躯边，甚至即马讲着加济、着低温已经无咧讲啊，但是实际上拢还阁有存在，拢还阁有存在所以咱拢爱足小心咱来看这。口蹄疫的煮的迄个肠病毒就对啊，伊骹啊，迄个喙会烂去。好，过来上严重是啥？咱台湾对伫这拜偶像的行为已经互这魔鬼冲甲变做甲伊文化化，变讲这是咱的文化，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唔好的决定咱来看，啥物叫做神？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圣经第一句话就是安尼讲讲就是有这位神创造全世界一切，包括宇宙顶头你看袂到的到甲你看会到的。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迄当阵都无啥物时，第一个创造是啥？光。这个光恁知影有偌厉害？上帝创造这个光，若无光，这拢袂大咧，这拢袂开你嘛袂惊，你嘛青迷这个光光就是速度，光就是速度光咻者足紧的，所以你看你电脑甲关着，伊就无去你甲开过伊就倒迄个速度1光年光的年若一年伊的速度远远你6兆里好，但1光年的速度6兆里，所以咱的世界拢互这个速度来主宰咱的生活。你看你的身躯有速度无？你心脏爱跳几个？蹦蹦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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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个咧，标准的咧。你若跳蹦蹦蹦蹦蹦蹦蹦，搁停，32下搁蹦蹦，安尼也做心律不整，是毋是？拢有速度，所以伊也想用速度来判断你的健康。你火咧走，你知咱火咧走对大条火筋。对心脏出来射一连，搁射条火筋射透头，搁射倒转去心脏，20秒尔呢，20秒就射一连啦，所以速度足紧的。若无遮紧你绝对无遮用。你的血咧行，若无遮紧你软烧烧啦，无力啦，因为你无够营养甲氧气，所以这个速度就是对光来伫科学家讲，伫150亿年以前哇！开始对一个所在砰蹦出来，迄就是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好，这星星有偌济粒哇？你算袂完500亿的银河，每一个银河有500粒的星，所以你家己算看卖你毋知影偌济上帝讲天顶有这个光体有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过来。
日时啊，即个大光暗时啊，佫有一个光，上帝讲安尼真好，吼！上帝讲天顶要有光，会当分日暝做记号，定祭开节令，就是咱台湾人讲的啥物祭开，啥物叫做祭开？春分、秋分，吼啥物冬祭，吼即个处暑，吼大寒、小寒，这叫做祭开节令。日子年岁，祭开足重要啊！即摆是讲有 GPS 有啥？古早无手机啊，无即个雷达，无 GPS 是看天咧，看天的星踅到倒位，踅到倒位啊，就是啥物时阵咱啥物时阵爱野啥物种子？我问恁，种菜瓜啊，伫啥物时阵点籽落？有人知影无？种菜瓜。菜瓜是毋是春天了吼？得要热天就有菜瓜通食。伊当时伊伫入春以前，入春以前通常就是旧历过年的前几工啊。安尼若超过，已经入春了啊！已经到当时你再咧点菜瓜子，你的菜瓜种袂好势。所以上帝用即个祭开，互咱知影。像讲咱食蚵仔鱼，蚵仔鱼。伫啥物时阵有秋天啊？迄蚵仔鱼才会烧过来，游水游过来，咱咧掠着迄蚵仔鱼足肥，迄人你食迄蚵仔鱼对你身体才好，佫乌鱼子嘛，真饱所以有祭开，这是啥？上帝创造伊负责，互咱要欢喜快乐科学家讲这地球啦、太阳系甲宇宙这个车这个顺序伊讲。自创造的开始，迄一搭句啊开始，到即嘛拢总无错误，拢毋免改。哇！伊讲这宇宙的万行米好单像即个专门的专家的数学专家所设计出来，一点仔都袂走正去。所以咱才有根据，通求进步，通判断错误，通判断改进，就是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对上帝来咱地球重量有60兆，60兆，伊爱踅太阳是无咧踅，太阳点伫遐，但是咱的地球是有踅，所以咱有日时暗时月亮是对伫咱边月亮是家己无咧，月球是无咧踅，干那咱地球有咧踅足紧地球一天1点钟的速度是1000里，每天25000英里的速度咧踅。我请问恁大家坐伫遮，头壳会戆无？袂地球踅足紧呢。你若去迄坐云霄飞车，是毋是叫你爱下安全带？我敢若开车去伫倒爱下安全带，我一天驶100亿，佫无伊遮紧你看，都爱下安全带，但是咱大家坐伫遮，地球踅啊紧。咱有感觉无？无感觉，佫毋免下安全带。这就是啥？上帝甲天顶的星星足侪拢有吸引力，地球嘛有吸引力，甲咱固定的。而且地球是起23.5度，是安怎？由上帝创造一个月亮，甲咱中间差20英里而已，20万英里这细粒的迄粒就是月亮，伊甲咱离无偌远。月亮伊家己袂转，但是伊拢对着咱，咱家己会转，所以伊是对咱安尼对咱咧走。月亮是要创啥？咱要知上帝的伟大。月亮就是互咱即个海水一天爱涨水2摆，涨潮2次，一个月爱涨潮2次大潮，每天有2次涨潮好，安尼是啥？互即个水来冲洗咱洗衫啦、洗车什么垃圾水，拢去海。上帝安怎甲伊净化？伊替咱做清气的工课，无咱拢无清气水通啉。上帝用海涌弄着即个岩壁，佫撞倒转来。即中间伊的作用，产生即个海堤，就是咱讲的海苔，这就是咧过滤咱的垃圾水。
然后上帝创造这日头遮大，所以就甲这个水海水蒸馏啦，变做氢气的蒸馏水哈，水蒸气去天顶，天顶哦，地球咧西就变水气变云，走到倒，可能走到夏威夷，夏威夷伫遐哦落雨啊，落雨。哦，甚至有诶走到纽约古去，走到加拿大去，这个水气伫遐安怎？哦，落雨落雪，啊，再个对山顶流水落来，哦，咱阁买因诶矿泉水来啉。所以上帝是上伟大诶啥物？上伟大诶环保专家，伊甲这个水recycle，这重复用。所以你今仔日早起伫恁兜啉的豆奶，你泡的咖啡，迄个水可能是3500年前法老王连尼罗河咧洗骹的水，你知道吼？所以这个上帝足伟大，伊甲这个净化设计甲足好势。所以你看月亮，无论你是圆的还是弯弯的你拢看袂到伊后壁。这是月亮的后壁。因为即马有太空船去翕好，咱地球是唯一有外面的星球因为有水，所以月亮无人，就是因为伊无水金星、火星啥物迄拢无水只讲箴言讲，耶和华用智慧建立这个地，佮用聪明定这个天互知识财物对深渊裂开，对天顶滴落甘露。这种足伟大的设计咱人拢无法度控制。所以以赛亚书讲，恁徛捌看觅啊？看啥物人创造这个伊一个一个这星星，逐工就是固定迄个所在，伊就出现。上帝拢互因好名。因为上帝伊的专能，佮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念一粒拢袂拍无去。足伟大！有一摆。我伫纽西兰这边南极的所在，一个船顶我伫遐看迄个天，迄天正经是圆的啦，真的是圆的做穹苍。你伫遐看了，你足感动。迄星星一粒拢超像这大粒，安尼足感动的。无怪讲迄个大卫王的做诗篇，做遐俄罗上帝，咱手敢若要甲挽落来安尼好伟大，好伟大耶和华咱的主你的名伫全地河顶的水，因为你的荣耀显明伫这个天我详细来看你所创造的这个天，甲你所摆的这个星星月亮的所在，讲人算啥物啊？你竟然遮尔伟大来顾教阮这个细汉的一个人，世间人是啥物你竟然安尼来看顾伊。所以充满着感恩的心传道书讲，神造万物，照时阵正最好。照时阵这时阵开这花，照时阵这时阵开这花，照时阵即摆你看土豆即摆都收成，所以你若爱食土豆的人，即摆土豆第一期收成起来，迄豆仔上好食照时阵照时阵所以咱爱食照时阵的物件。像即摆热天，你是毋是要搁咧食菜头？你都毋对啊！菜头爱寒天像即摆热安尼，你搁咧食韭菜，毋对啊！韭菜5日节了后就无适合，你即摆食韭菜有毒你即摆搁想高丽菜都足好食，规年通用食高丽菜，你嘛毋对。高丽菜是寒天的物件，所以咱爱食啥？热天的即摆爱食啥？爱食硬菜，爱食长虾菜，爱食这迄落青叶的物件。所以古早人讲，毋好假天搁假地就是你拢无照天时地利违反上帝的创造，所以你身躯都袂健康传道书讲，我知影上帝一切所做，拢的确永远拢伫的，无啥物增加，也是要甲减少啥物物件。上帝安尼做，就是要爱咱人伫伊的面前，伫上帝面前爱存敬畏的心，互你袂介意你逐工都甲享受、甲领受罗马利亚多呢你爱充满这个感恩的心，欣赏伊、欢喜伊、爱伊，来得到伊这就是上帝的伟大讲
即句话吼，讲耶和华用智慧立即个地，用聪明定这个天，吼财物吼对深渊地开，对天顶地落甘露，遮都物理、化学、生物，啥物拢总伫即内面的学问拢显明出来吼。所以啥物叫做神？神就是有创造宇宙万象面一切的源头。所以咱着爱敬拜这位有创造咱的神，吼。有互咱活命的神，互这个物件会活，吼，这会活，要对倒来，上帝互伊活，吼，咱着敬拜敬畏阿罗这位神，吼。地甲其中所充满世界甲住伫迄中间的，拢总是耶和华的，连你嘛是属伫耶和华的，因为咱人上帝创造的，吼。所以上帝创造全世界活跳跳。两骹、四骹会飞、会爬、会飞的两个，拢总是显明上帝的奇妙，你捌袂完哦，足济。你看迄蜜蜂，你看无啥？蜜蜂是咱足重要的物件。即马蜜蜂拢互咱农药啊用较济，啥蜜蜂拢死了了吼。即马搁来安怎？无彩色的物件。美国已经宣布，讲到2035年，咱都拢无彩色的物件通啊食。啥物叫做彩色的物件？苹果是毋是彩色的？青椒、红椒彩色的拢无剩啥，剩白米啦。所以你看上帝创造的蜜蜂偌重要呢？哦，蜜蜂即摆美国无，已经总无蜜蜂，拢爱去甲澳洲买，甲倒一国买吼。所以咱爱疼惜上帝，互咱的世界农药啊，莫过度的使用吼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住在迄中间的，拢属耶和华。耶和华，你所创造的哦，哇，遐尼真多，拢是你智慧造成，遍地拢满了你的丰富。我真爱带主流的小朋友去公园，去倒遐，去掀石头，去挖土，去看啥？哦，你看觅，迄石头下骹还佫有啥？我会早放大镜，小朋友放大镜，你看觅，你话这内底有啥？互因去明白上帝创造的奇妙，毋好逐工拢咧看手机啊！我拢。带这小朋友去看迄叶啊，这叶啊满一叶起来，用放大镜看卖这内底有啥？这是上帝的伟大耶和华，你创造遐尼济遍地拢满了你的丰富，你的智慧。咱来看有这马狗啊啥？你知影马？咱即摆快递啊、载配啊、快递啊，上古早就是马。伫林肯总统的时代，你个。对美国的西部，就是用马车送这个快递送到东边迄边去，爱几落10工，中间就一站一站叫做马站你看马足重要这个狗仔嘛是足重要我住伫南美洲一段时间狗仔会当配合啥？骗你这台车还是你的身躯有炸弹啊无？佮骗你的身躯是毋是有毒品？拢分得出来我狗仔有训练骗炸弹的，甲训练骗毒品的，佮训练啥？有炸水果的无？迄狗仔拢训练甲真好，狗仔足慎重。我顶2礼拜看一篇最后的再见，一只军狗，军中的狗，军用狗伊要退休，伊嘛老得要死伊。遐个军官遐个将官徛2排，互即只狗对即边慢慢行，行对遐，逐个军官拢捌即只狗，拢甲伊讲再见，甲伊祝福，甲伊迄落。咱看会出来，即只狗正经是老退休，可能都要死。结果我足感动的，迄只狗的尽忠我处理以前饲一只细只的马尔济斯，狗也尽忠。我3更半暝转来，出差啦，创3更半暝转来，无任何人，阮兜的人起来甲我迎接开门，都是迄只狗徛伫门的底下咧等我。看着我，伊会知影我差不多转来，伊会有感动。所以我一个狗门一开伊足欢喜的，紧甲爬到即顶起来。阮兜无人插我，就是迄只狗对我同好。所以上帝创造互咱真丰富的生活，佮上帝互咱食这水果，你看觅，黄的、白的对你细胞真好。迄乌的、红的，
抗氧化哈，对你目睭就另外一粒一粒，敢你目睭你就知影爱食迄吼。好即个西瓜嘛是足奇妙，西瓜上重要伫倒伫迄个白嘛，咱拢食红的所在对吧？迄皮啊白迄拢淡掉吼。其实即摆医学上，迄个白色的肉是抵你老人痴呆症的，所以你若食西瓜了，即个白肉爱捡起来，捡起来煮鱼丸汤还是啥物吼，还是做沙拉。所以上帝足侪奇妙啊！葡萄你看一粒葡萄有几粒籽？2粒籽还是3粒籽哦？你看一拍葡萄就偌济籽，每一粒拢会生呢，会生做丛呢。你看这就是阮兜的迄葡萄食籽吼，我著甲爷拢补哦，拢补。还是你看到迄倒一粒葡萄生菇？破去几落工伊怎生菇？迄有生菇的葡萄，你甲等咧土，伊就是会生一丛。哇，你食袂完芒果嘛是，每一粒互你一粒籽，互你一粒籽，你食了迄粒籽一定会发，迄就是阮兜发。你看阮兜足侪水果，恁若要爱水果再来我遐摕。我开一粒木瓜安尼压落去200几丛，一粒木瓜太贵哦，恁来算看觅哦。去买200几粒的籽，你爱满心感谢主你先会散，因为你拢甲上帝互你的福气，你拢爱包上垃圾车、粪扫车载走去。你若甲遐拢甲摕来压，你看零件一粒就一个籽，迄拢会发一丛。逐项拢会当互你食甲足兴旺。所以咱爱知影上帝互咱的福气你看迄木瓜嘛是阮兜的木瓜昨我才错一丛金蕉落来，金蕉。好，所以咱爱纪念耶和华咱的神，因为咱得到货财，咱的气力是伊互咱的。比如讲你种的金蕉会当收成，摕去菜市啊卖。你种的花嘛会使收成，像这嘛是爱买人种这就是上帝，互咱有趁钱的机会所以咱人讲食树头拜。食果子爱拜树头，咱知影讲上帝创造伊是源头，敬畏神所以咱万人面，咱食伊用伊遐尼丰富，遐尼可靠，这才是神这是神。十诫内面，上帝特别强调讲，除了我以外，无别的神。所以咱真正爱知影讲，啥物也做神。真侪人，你看人咧拜拜，你去问伊，哎哟，今仔日是拜啥？我拢毋知。你若问，我讲请问你今仔日拜啥？迄咧拜拜的小姐讲，我嘛毋知，阮公司叫我拜，我嘛毋知这是咧拜啥，拜伫倒顶足早以前我当嫁来阮翁这边的时阵阮大官伊会足虔诚的传统的啥物做祭啦，啥物人做啥物祭啦，伊就拜拜，拜拜成立咧，啥物货从一大堆，拢嘛进前一工就敲电话互阮遐小姑2姑3姑，恁明仔载就转来咱明仔载查某做鸡就转来我会备办这转来食这拜拜的物件，我也毋知要安怎。有一摆伊咧拜拜，阮小姑的囡仔小朋友啦，阿公，你咧拜拜，你若无甲这透开，因为伊有拜一寡饼干啦，罐头。迄孙讲，阿公，你这也无甲打开倒出来，你是要叫伊安怎食？你这罐头也无甲开开，你是要叫伊安怎食？你知阮大官安怎应？这是安尼啦，拜一个心意啦，对人拜。无伊若敢来食我嘛惊死啊！敢来食伊嘛惊死啊！所以第2届上帝讲，毋通雕刻偶像，袂使做迄个好亲像啥物，好亲像啥物，好佳在恁囝这是青花你若从塑胶花伫遮迄就犯第2届。你知犯着第2届，今仔日你转去恁兜顺看觅你有塑胶花无？塑胶花就是安那偶像袂使好亲像你看，好亲像天顶甲地下逐项的万物，袂使跪拜伊，毋通侍奉伊，啥物也做侍奉伊。你3不5时甲摸来摸去，搁甲呛洗，搁甲炒好，迄就是侍奉袂使。然后上帝讲，我是气切的神，因为内面有歹物
你逐工有洗身躯，恁兜若插迄家花，你看觅你有逐工甲洗身躯无？无啊！几落个月，现在你生菇臭腐啊！你才甲伊整理吼。所以上帝讲毋好，你要用真诶安怎？这天然诶资源回收，这若塑胶袂坏，这个会使做肥料，佫会使清气这个空气，吼。好，所以人刻诶五常，你看，你刻一个叉头、石头刻诶，一口无言有喙，袂讲话，吼。二目无神，两蕊目睭刻伫遐呐，无神袂振动，三顿咧袂食啦，四肢嘛无力啦，伫遐啦，安怎？五官不灵，也袂看，也袂听，也袂鼻，也袂吞吼。好，六亲不认，毋知你是啥物人。七窍不通，咱遮七个孔是通诶，但是你诶叉头、石头刻安怎拢袂通。八面威风，敢若遮大张、遮大汉安尼啦。坐伫遐坐久也袂振动，你看中华大佛啊，坐伫遐会振动无？实在无路用。你对医学数到10哈，一口无言，二目无神，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无动，实在没有用。所以伊也无创造的气力，也无一个什么经来纪念讲倒一个神拜啥。咱来看利未记26章，上帝讲足清楚，讲恁毋通做啥物有诶无诶遐神像，袂使菜食，用石头刻诶，是用啥物做诶，袂使家己拜，因为耶和华是你诶神，恁袂使拜遐。你看，咱对高速公路对家人一直驶到高阳路边，你会当看到高速公路边，你会看到足侪五常做足侪吼，这嘛有国外的，中迄是希腊的迄足大尊的这有泰国的，有这个大家乐一个无对拢甲牵咧淡水河，佫互人捡倒起来所以咱台湾这个拜五常的行为已经成做观光文化的事业，这迷惑咱的心灵。这是真糟糕，吸收这不良少年，袂爱读册，这少年囡仔互因食毒，互因食薰，互因享受，然后控制因真正是毋好。上帝讲：恁若无听从我，无遵守我的命令这遵守我的律例我所的规定，我就会安尼来款待你。我会命定安怎？你的心内袂平安，互你这个心神袂定，着目睭无神佫会着哪？会着肺病、血痨病，佫迄个就是即马这个 COVID-19， 就是着这个肺的病我甲恁变脸，就是我已经生气啊！恁着爱改，爱悔改。恁若无悔改无人甲你领，恁着走了。走，你看真侪人。走对武汉走500几万的人出来，对倒位走无人甲你量，你就家己走像即马四川淹大水，佫火烧，结果真侪人对四川走出来，无爱住四川袂住这所以种种上帝咧甲咱提醒，上帝讲我的确会因为恁即个势力来骄傲。我要予恁安怎？看恁的天亲像铁，在恁的地亲像铜，所以就安怎结冰，佫袂做互你规个拢袂振动，有飞机袂降落，有船袂当驶，过来找野兽到恁中间来吞食恁。即马台湾有啥物野兽出来吞食，恁知无？因为我拄伫个原住民教会啦，我即摆主持原住民教，我拢听因讲，伊讲迄狗猴子规阵落来拢40-50只，落来安怎？甲你的种做你的物件敢若拄着强盗、拄着贼安尼来抢了、坐了安尼吞大了，佫来山猪嘛规阵，拢落来呢，来真好，迄。田甲你犁了，迄个番薯甲伊捕了安尼所以因即马拢用猎枪拍。
甚至即摆啦，教授过坐讲食狗肉。哎呦，我讲食狗肉哦，因讲长老你要食狗肉无？啊，伫外国哦，伫印度、伫缅甸倒位，山顶的所在嘛是野兽拢出来啊，哦，拢野兽拢出来。讲咱若无要反悔来归向咱的主，咱的灾难会愈济。上帝讲，我会加7倍来甲你刑罚，吼，互刀剑临到恁，吼，上帝要报复咱无敬畏伊，佮毁坏伊，吼啊，所以啊，嘛要互即个刀剑临到每一个城市，降瘟疫伫恁中间。咱知瘟疫是上帝命令讲降落来就降落来呢，毋是你即摆去注疫苗，你会当抵抗上帝。圣经内面记载足侪，一暝中间上帝瘟疫降落来，40-30万人，有40-70万人诶。当因有悔改，得到刑罚有悔改了，上帝迄一暝叫灭命诶天使倒转去，迄个瘟疫一暝中间就无去啊。所以咱爱知，咱爱跪落来，爱祈祷，爱悔改。上帝甲我讲，咱上大诶罪伫咧倒，甲伊作对，啊，搁来安怎毁坏伊诶土地？上帝甲我讲，他们污染了我的土地，我诶土地是要养饲恁诶，要互恁逐项生做会丰富，饲恁子孙会当活甲真好势。但是恁拢滥散糟蹋我诶土地。工厂的污染啦，水沟啥物啊，尤其是洗车的污染，哦，足大。所以咱拢真侪爱悔改。过来，若阁毋悔改，上帝要加7倍，加7倍来刑罚。最后呢，即马已经进行到遮，会饥荒啊，饥荒哦！你即马落冰雹，你我出海入去迄10个灾，伫即马拢有哦。落冰雹，即1-2个月，真侪国家落泡啊，细汉我也毋捌看过，最近即摆看落来冰泡有遮大粒的，哦，甲迄球平大粒，沉落来，你看逐项拢死了了，车嘛歹了了，啊，即个田园拢歹了了吼，冰泡啊，过来遮啊，无通啊食，最后人食人，圣经有记载哦。啊，这世界真侪所在吼，像遮所在我拢去过，墨西哥。吼，瓜地马拉，即个柬埔寨，啊，搁泰国倒位，这我拢去过。安怎？喂，啥物迄个人死了了，拢无歹人，那拢变成古迹啦尔。就是安怎？上帝互因有瘟疫，有饥荒，所以就人死了了，就留遐咧警戒咱后代的人。吼，吼，日本的这水灾，日本。伊的偶像，因的神社，因的庙30万间啦，30万间啦吼。啊，伫因要这山伊即个水灾，即个地动进前一天，就是因迎神啦。哦，迄俗迎神啊！哦，1000公斤，咱的迎妈祖，迄妈祖搁细细个尔吼。伊1000公斤，哦，啊，佫有足侪船来保护来，从安尼大迎了。第2天就即个大地动安尼来吼，啊，佫伫地动迄个所在，因起一个观音的像足大，内底100尊的观音像，吼，啊，甲遮其他的偶像，拢互上帝安尼甲毁掉去，哦。所以伫诗篇16篇讲。上帝啊，求你着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投靠什么人？你每天投靠什么人？你是投靠你的公司，还是你投靠你的手机啊？投靠恁囝，靠别人的迄落，你爱投靠上帝。讲我的心啊，你要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就是伫你遮。哦，世间遐圣的百姓。敬畏神的人吼，因阁水阁好，是我上欢喜的吼。啊，若用别个神来代替耶和华，伊的忧愁艰苦的确增加。因所管也袂火，我无要献吼。我喙嘛无爱提起遐别个神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到，你甲我持守。
啥物要做你杯中的份？你今仔日会当食饭，会当啉物件，会当创啥？这个份是上帝予你的，吼啊！你拢甲我持守，用锁啊让互我的地界，坐落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你逐工爱宣告，宣告。你用着啥物物件，你就甲宣告。我昨暝半暝啊，我着店门口2丛迄落鸡蛋。啊，遮尔热，迄盆栽哦，一工爱压2-3遍，啊无打去。啊，我甲压的时阵，从1点仔营养哦，我甲讲话，我讲哦，上帝创造你啊，就是要互你丰盛哦。吼，啊你吼袂着虫，啊鸟啊也袂甲你毒吼，啊你活甲真水真好势哦。啊我用好的水互你啉，啊甲你压营养哦，啊你啊大好好势，啊甲伊讲话，哇，迄种生甲呢咧，生甲呢咧吼。我的确常常学到迄个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伫半暝嘛会受到上帝甲我启示吼。我要将耶和华定定踩伫我面头前，因为伊伫我正面，我就无滴输甲摇动。我几落遍坐游览车，看游览车的司机车的头前拢踩几落线，也有旅游车，也有啥物，也有观音妈祖，踩几落伊若甲因放伫伊面头前咧带路。我有一摆我就甲这司机开讲，我讲我逐工嘛甲我的神放伫我面头前呢，佮伊拢伫我正面，我拢毋惊吓咧。伊讲你安怎放，安怎踩？你放喺倒？我讲我都伫我面头前啊，我毋免刻一个红啊，我就相信讲这位神创造我，我就是伊的，因为我定定请这位神伫我遮，我拢用讲的心灵讲的，神就同在安尼吼。所以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体嘛要安宁徛起。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嘛袂互你性的啦，智性的来得到休怀。你的确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头前有满足的快乐，伫你的正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这个你甲迄个你改做我，你就是这句的你是上帝啦，耶和华上帝的确将生命道路指示我，伫上帝你的面头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咱爱逐工宣告诗篇16篇，你爱逐工念，来，咱看个人，上帝讲创世纪第1章讲，那我要照阮的形象创造人。照咱样相创造人，互因管理所有的一切，海的鱼啊，空中的鸟啊，地上的精生甲所有涂骹顶一切会爬会跳的两个，上帝就照伊的形象造人，若是照伊的形象造男造女，咱知影啥物叫做形象？咱捌听过，哎哟，这个囡仔一个看就知影，这是牧师的囝，因为安怎生到甲牧师真共，是毋是？爱安怎共？讲牧师目睭顶头有目睭，伊嘛是目睭顶头有目睭。鼻仔伫中间，这嘛是鼻仔伫中间，耳仔放伫两边，照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甲伊感觉上好的表现伫咱身躯顶。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活遮久，你有感觉你的鼻仔爱刷位无？你有感觉你目睭伫目睭下骹爱甲改无？改做目睭伫下骹，目睭伫顶头，需要改也免啦，真好用了。耳仔一只，你会感觉震雷你甲夹掉，你变安怎？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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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听无啊啦。所以这设计是足奇妙的啦，说互你袂介志。我一个朋友讲，3-4个月我拢无看人真马志的好朋友太太，足好个爱。我讲你3-4个月无看人，你创在倒位啊去啊？伊讲无啦，我无出国啦，我无你是安怎无看人，无听声。我去做医美，我讲做医美，你医的倒位啊？我看你都目睭共款，搁摆伫遐，目睭搁伫顶头无，鼻仔也无刷位，无你是去医倒位啊？伊讲好啦，我去埋线，讲埋线，我埋啥物线？面线啦，啥物线啦？伊讲无埋黄金啦。我讲好，埋黄金咯，埋在你的脸咯。安尼我甲你讲一句话，你搭一工要断开以前，先通知我先甲这黄金抽出来。我讲你开偌济钱？78万。
78万去买机买买偌济，你知影？要买线，所以人哦，你从啊奇奇怪怪安怎，结果你安怎，这个太重了，是不是？你脸会往下哦，唔好，照原来上好哦，好，所以耶和华用土做人，做起来土的人啊啦，袂振动，袂振动啊啦，上帝就甲伊挖开，扶者本体伊的鼻孔。所以伊就变作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所以上帝将伊的气呼者分伫咱的鼻孔，恁就诚做活的，恁即摆是活的啊死的？活的，是毋是？所以你是毋是鼻孔咧喘气？有啊，咱若鼻孔袂喘气安怎？再见拜拜，3点钟休伊。好，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即摆有灵，你灵对倒来？对上帝来，所以你是毋是甲上帝有灵的密切的关系？上帝就甲你同在。你讲上帝伫倒位，我无看。你即摆讲话就是上帝甲你同在。你若点去，你上帝灵离开你的身躯，你就啥物拢袂振动。所以咱是通灵的啦，咱甲上帝是通的啦。所以你要祈祷，无一定爱安尼坐公共汽车，搁搬车，搁啥物坐火车来到某一间出名的教会来跪伫遮祈祷，毋免。伫恁兜徛咧门口就会使祈祷，伫倒位花园啊祈祷，伫咧灶骹咧煮菜拢会使祈祷，因为神甲你斗阵，不管是甲你讲话，你不管是甲伊讲话，所以上帝对摩西宣告伊家己。因为摩西问伊讲：上帝啊，无你嘛，互我知影，你嘛互我看讲你是生做啥款。尾啊，上帝就甲伊讲，人袂使见我的面，但是我对你边仔过吼，你会看到我的脚接平尾啊，上帝甲伊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快上去，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为千千万万人流露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甲罪恶。介绍伊家己，所以上帝一个个性，爱咱亲像伊，啥物个性？公义、慈爱、怜悯、诚实、信用，为别人来设想谦卑、有热情、喜怒哀乐，拢无快生气，赦免人的罪恶甲即个过犯，咱来学上帝即个形象来做咱一个好的见证，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硬要互咱安怎足好诶，足完美。所以照伊诶形象做男做女。所以你去到非洲看到迄乌乌诶，伊鼻仔是较短安尼，因为足热，伊非洲人遐鼻仔一定较短。鼻仔较长诶，就是真寒诶所在。你若去到瑞典啊、冰岛，你看因咧鼻仔拢足长诶，但是安怎作用拢相像。所以上帝就是互咱硬互咱上好诶设计，你毋免改。所以咱爱敬畏神的伟大，爱欢喜伊、感谢伊，伫你身躯顶奇妙的创造，息息相关。每一个气息啊，拢甲上帝的灵有密切的关系过来这位上帝，有人问我讲，咱上帝一个独一真神，咱逐个人拢要找上帝，这上帝敢袂足无用？迄个也祈祷，迄个也祈祷，安尼上帝听袂完，应袂完呢。我讲上帝是每一个人的，毋是逐个公家一个伫遐分袂好势。我讲这才是神。那照咱讲，我西瓜切做12地，倒一人分一地，迄就毋是神啊！咱这神就是伊无所不在，拢会当伫咱的身躯顶安尼所以上帝伊伫即个要救人的方法。伊用一个方法安怎？耶稣对神来的，这独一真神下凡到世间啦，用神的圣神的气力，透过这个在色路玛利亚的身躯来怀孕生囝，降世做人，所以称作上帝的囝，对神遐来名号做耶稣。耶稣的名真特别，耶稣来是要为了担当人类所犯的罪来，负上上大的罪行。死伫十字架，埋葬第3天，佮对死内面佮活，显明伊是对神来，伊无受死亡的控制。咱人咧，咱人死就死啊，死了
古早是用大个骨头通去拍鼓的吼，咱即嘛是火化但是安怎耶稣伊是搁活，所以咱即摆来讲耶稣，咱的信仰上重要伫即个耶稣会对咱的作用耶稣讲，贼仔来无非就是要甲你偷摕啦、抢啦，甲你毁坏啦。但是耶稣讲，我若来到你遮，来到你的心肝底，来到恁兜，我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生命，而且得到搁较丰盛。所以你若接受，你就会得到耶稣的名有作用，恁今仔日一定要记的。耶稣的什么意思？耶稣伫非洲真济发音，耶稣就是耶稣耶稣西班牙语 ，Jesus 英文耶稣日本话嘛是耶稣意思就是将人对黑暗罪恶中拯救出来。当天使去对玛利亚讲的时阵，你要怀疑对上帝圣神来怀孕生囝，你要甲伊号名号做耶稣，因为伊要将伊的百姓对黑暗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一个记号，甲人对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是救世主，是救世间每一个人的救主。救主甲教主无共，若是释迦牟尼啦，这道教的啦，这什么话，伊迄也做教主，孔子嘛是教主，但是咱是救主。譬如讲，你跋落水底，5啦3十，特别淹死教主行过来讲，你伫水底，我跟你讲，自由式游水会使游起来。我自由式我都袂晓无学我去，无蛙式青看卖伊无甲你救，伊咧甲你教尔，都教主啦。到尾讲无5拍死5拍死，结果你5啦30死去但是救主无共，救主行过来，都是直接会使甲你救起来。伊有能力，伊有气力，伊有疼心，伊有超越人的一切。所以救主耶稣是救主。耶稣搁第三项的意思是啥？就是神甲咱同在，就是咱原文咧讲的以马内利。但是咱传福音要互知，你讲以马内利无人听有，搁牵一只马出来，搁较听无。所以咱来讲啦，就是神同在，神甲咱斗阵所以若有神甲咱斗阵就平安啦。神伫遮，鬼就走了有神鬼绝对毋敢活所以耶稣来到这世间的使命是要哪？第一，互被掠、互受捆绑的，得到头绑失明的、看袂清楚、目眩的，会当得到光明受欺压的，得到自由。这有真济世间人的见证。咱来看鬼捌耶稣，你若对马可福音第1章甲读到第9章，鬼捌耶稣，迄个邪神魔鬼伊讲我知影，你是上帝的圣的至圣的遐来的过来这乌鬼讲迄个乌鬼嘛听伊耶稣伫即个马可福音第1章2、3节讲，点点对这人身躯出来迄个人就唰了，迄个鬼就走出来众人就讲这耶稣哪遮厉害，含鬼拢听伊的话天要暗的时阵，有人带着一个破病来，互鬼附身的来到耶稣面头前，规个城的人拢伫门口口。耶稣治了真侪着足各种病的人，佮赶出足侪鬼，毋准鬼讲话，因为鬼捌耶稣。耶稣伫加利利传道，入去会堂传道赶鬼。这乌鬼、垃圾的鬼，这邪神魔鬼，无论什么时阵看到耶稣，就拍伫耶稣面头前讲：“你是神的囝。”所以每一条灵魂，你的灵魂价值偌济？你的肉体价值偌济？你的肉体伫美国有人研究讲，你一身躯不管你是做董事就怎，甲你买称摕地火化了，慢慢的去卖矿物质，讲价值美金1箍啦尔你的灵魂呢？你的灵魂价值偌济？你有想看卖来，你的灵魂价值，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流，你是遮尔有价值所以不管你是做工的，你是做美国总统的，
你是做老师、做工程师，你是做医生，你是做演员、做学生，你是主日的囡仔，你的灵魂拢值得耶稣基督保护为你留。所以咱毋好看轻别人讲，即个袂信耶稣啦，免插伊来，咱传别人较紧啦，绝对袂使安尼吼。好，耶稣是为着要担当咱所有犯的罪，我有当逐工我拢反省，我对细汉上帝听我安怎，经过青少年嘛犯过啥物错，搁到青年嘛犯过啥物罪，啥物毋好诶，啥物好啊，算诶，几千条你算袂完，咱若要开罚单吼，咱嘛立袂了，结果像即个，就是你心内的重担，但是透过耶稣基督足奇妙，耶稣为咱这罪遮尔济安怎，伊替咱担。替咱担安怎担？上帝安排伊来到这世间，为着咱的罪，伊受人掠，钉十字架，死断开啊，佮埋葬，有摕去抬哦。迄个少年的，就是跟耶稣的尸体迄个好个人的一个财主，伊就是甲伊的墓窟奉献予耶稣藏尸体。门关起来，耶稣藏伫内底。第三天，耶稣有一寡朋友，几落个玛利亚，6、7个玛利亚，要去抹香膏啦。第三天要去抹身躯内咧臭啊，要去抹香膏。结果讲石头仔掀开啦，有人比咱较早来去入去看，哇，耶稣哪无去啊？那迄个布透伫遐，耶稣是去倒位去？透早去食豆奶，去食早餐，还是安怎？那无伫遐。因伫遐讲，安怎剩即块布来呢？当因伫遐咧想无的时阵，天使显甲因讲，来，毋免惊，我知影恁是咧找迄个钉十字架的耶稣。照伊讲，已经搁活，耶稣捌讲过，伊3天要搁活，伊无伫遮啦。遐个妇人人全赶紧去传福音。耶稣搁活了，搁显，突然间伫即个一间厝内面，遐学生拢伫遐咧烦恼讲，咱生的死去啊，搁大啊，搁迄落啊咱无望啊，无咱是要安怎？咱搁倒来掠鱼搁倒来做工但是耶稣伫遐显，讲愿恁平安。耶稣伫遐显，耶稣会死搁活，这是一个足奇妙的代志。耶稣讲，我来是要互人得到活命，而且得甲搁较丰盛。若贼仔来是要甲你偷摕、杀害、毁坏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先活倒转，照着耶稣基督活倒转，成做公义圣洁。咱的人际的关系、甲父母的关系、甲兄弟的关系，才会当修理好势。人才会敬信，无咱即个歹人真歹讲主啊，你是良善，你欢喜要了解阮的罪你有丰盛的慈爱，要赐福记若甲你求救的人，要我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上帝无偏待人，救我嘛会救你，毋好讲迄袂信啦，迄个会信早就安怎？我你讲，我的内妈一生拢食菜、拜佛，拢去庙里做庙工。到90岁，有一天上帝甲我讲，你去对伊传福音。我讲，这食菜食几世人的咧我讲好，我就去找伊，我就甲约时间，伊伫菜园仔等我。伊真听我，我去拢会真好礼互伊安尼。我讲阿嬷，你伫遮？伊讲嘿啊。我讲这啥？这都菜头啊。我讲我菜头有生无？有啊，你甲扭，有菜头。我就甲扭拔萝卜甲扭。我讲阿妈你遮够种啊！菜头种遮水。我讲你真敖咧。伊讲哎哟无啦，这都天公伯啊伊都互伊大啦。我讲阿妈你足巧诶，你阁会晓讲天公伯啊确实就是有即个神啦这个神你看，安尼好天落雨，安尼互你遮种诶菜拢会大所以咱爱拜这位神，这才是咱的生命的源头我就伫遐甲伊讲，上帝要救咱用啥物方法消灭咱的罪？伊甲因讲安怎？嘿咱这罪孽偌重咧佫会晓讲罪孽。我伫遐徛伫菜园仔在咧带伊认罪悔改信耶稣。你知食菜食90年啊，
5分钟、10分钟就信耶稣。伊啥会信耶稣？伊找到一条路，伊知影讲，伊念伊无偌久，伊迄条路要接到倒位啊去？伊伫咧庙诶做庙婆，啊，伫安尼共佚佗甲共兄滚水，伊无路呢。伊90岁啊，伊咧想讲，我过来我死要对倒去。所以咱来报伊一条路，永远的道路。你是属伫上帝创造，你规尾属伫上帝。你这个财产，你这个身躯，就是上帝的，毋是无人的。哦啊，我安尼甲伊报，哦，马上这条路就通。我带伊徛伫遐，两个全咧伫遐祈祷，悔改，啊，我甲伊祝福。我讲啊，即马这条路通啊！哦，直接通到上帝遐哦。不管是吼，咱搬厝搬来搬去，啊，有一天哦，咱来搬厝搬去上帝遐呢。哦，啊，你免烦恼。哦，伊若咧欢喜干呢，欢喜干呢啦，伊袂晓讲的啦，因为本来伊就惊到要死的，你知吼？你即马报伊一条活命的路吼，所以讲无论啥物人，你拢袂使甲看作粗俗无清气的，咱专心仰望耶和华，毋好我靠家己的聪明。你一切所行的代志，拢要认定伊，伊得较引带你的路。你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到不无尊严活命做享受。伫诗篇91篇，我相信大家读较足熟的，尤其即摆瘟疫所以咱来住伫上帝内面，即稳密的所在，伫伊的保庇的内面，当然毋免惊日时暗时的瘟疫，上帝会甲咱看顾，所以真侪人倒伫咱边仔，真侪人安怎，咱免烦恼，咱属伫上帝，咱即条路无通，咱还阁有天堂的路通啊通，咱活甲足自在，所以咱毋免烦恼，咱会拄着啥物，咱求的，伊会甲咱应。所以耶稣是伫耶稣的内面是自由，无抢着、掠着、煞着。耶稣的死搁活，无受死亡的控制，显明伊是对上帝来活命的主。所以有正神甲你保庇，你哪有需要去找鬼？7月毋是鬼话，即个亚洲大学台湾的民俗的即个民俗馆的馆长伊讲一切误会，就是伫咧明朝明太祖，就是人讲俗语咧讲这个故事，讲臭头仔皇帝就是即个朱元璋朱洪武伊。因为古早7月是安那，7是上好上吉调的。伊做皇帝的时候，伊讲袂使7月爱我家己得，袂使互别人得。所以伊伫咧迄个时阵，伊就做谣言。讲7月是鬼月哦，天会降灾祸阁叫这道士、这西公你就到处去骗讲7月这是真毋好其实安怎就是伊要霸占7月，是伊家己要独立。所以台湾人是明朝的时阵移民来台湾的，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有咧讲鬼月、7月鬼月，敢若咱台湾。你去到美国、去到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去到中国倒位，哪有7月是鬼月？无啦，敢若咱台湾啦。所以这个鬼月、鬼月，这好难，咱台湾人600年古早是皇帝若死，3月、4月死无台，都要等到7月才台。都因为7月是足好的，古早就安尼。但是伊朱元璋伊要独立，所以伊就骗，所以咱来看这个最后咱得要结束这个拜拜，7月拜拜。台底倒样？耶稣基督搁活，甲这有啥物无共？耶稣有为咱献祭，有咱死，咱所有的罪归对耶稣去。这拜拜就是讲神明你看我旧年毋知安怎，我今年你看我甲你献这只猪公遮大只，你著甲我保庇你著甲我保庇但是你捌看过这个猪这个鸡迄猪拜拜了，伊讲搁活起来无？你捌看过迄猪公伫遐安尼走落来无？有搁活无？无，喙搁甲踢一粒柑讲你甘愿死的啦，毋是我甲你饲，搁甲你刣互死的安尼
迄个拜的鸡到你捌听过拜拜了，迄只生礼，迄只鸡咕走起来，无。但是咱的耶稣死个活无共款，所以咱毋通搁糊里糊涂，搁无清楚，魔鬼的势力是罪甲死亡，咱属耶稣基督的势力是生命、活命甲平安，所以只有耶稣是咱的望望，耶稣是咱的喜乐，耶稣是咱的幸福，耶稣是咱的活命。咱信耶稣安怎信？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顶十架流的宝血是甲我有关系，我相信我得到，甲我有关系，为我死的。搁耶稣有死搁活，迄个搁活起来的新的活命，我犹原得到。所以两项代志哦，你信耶稣信遮久，你也会记这两项。你信耶稣基督流的宝血，甲你有关系，我领受，我承认这甲我有关系，因为我所有过去，哇，迄罚单一大堆啊，你甲上帝讲袂完哦。这归耶稣一笔勾销，一笔勾销。你信耶稣，相信迄个血就甲你一笔勾销，而且你爱领受耶稣搁活的活命开来，你真做新创造的人。今仔日我会徛伫遮安尼讲，就是我有经过安尼，我甲我过去所有的罪恶什么，我归互耶稣，耶稣你流的宝血为我甲我有关系，你搁活的生命、新的活命，我领受。我今仔早有伫遮讲，以前我少年的时阵，你要叫我讲啥物货啊？我唱甲无落去。即摆无共，即摆足爱讲耶稣的宝血，所以咱爱知影无共款的所在伫咧倒。则宣告即两项代志是要宣告互啥？宣告魔鬼听啦！你逐工甲魔鬼咧相战啦，所以魔鬼上惊听着啥？即个咧讲耶稣的宝血为伊流，这内行的伊就无法度啊！你讲即个讲领受耶稣国活的开啦！这伊稳赢，魔鬼一定输。所以咱爱宣告即两项代志，伫你每工的日子内面，你就是征战，就是赢过魔鬼。咱今仔日领受主耶稣宝血，甲伊国活的大权能，而且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旨意的源头才是神。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赐予阮一生的年岁，阮伫你会生气的中间咧过日子，因为阮定定做毋对代志，定定得罪主，得罪手边，得罪正下前后，主啊讲袂完。总是你有即个能力，你找耶稣基督来献上宝血，佮死佮活显明是对你来，神的开来。甲阮一切罪恶拢撤销，拢担当去。阮所有的罪归到耶稣，所有的毋好归到耶稣，所有的愿望嘛对耶稣来。阮领受新的活命。主，阮感谢你，求你对今开始，阮搁进一步，成做你所欢喜重用的囝儿。阮伫咧剩无偌久的日子，会当做上好的路用。而且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今后的日子，无论剩几年、剩几分钟，拢是你的，拢是荣耀你的名，互你做好的路用。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赞美，这是请德中北区合唱团因要学落的诗歌，形事合宜。
即时要来奉献，咱请萧素娥执事甲陈怡亨执事来示献。请起立，咱要来吟奉献的诗。即时来报告咱的金句，请咱兄弟家己读。报告事项：下周的事项，甲小组的聚会，周间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第三页，消息报告，欢迎国际读经会叶秀敏长老来甲教会来分享信息，请为因的事工。来带到，咱伫遮咱嘛拍拍啊！多谢叶长老。第二，德中妇女部北区合唱团来本系献诗，多谢因。咱请为着因招募新的团员来关心带到，即时咱请郭小姐来为咱报告。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赞美主啊！感谢牧师甲长职接受阮德中妇女部北区合唱团，今仔日会当来到咱桃园教会礼拜堂来招生献唱。伫阮今仔日的招生献唱，阮真正是足感谢主的带领我伫北区合唱团足侪年11年我伫遮做团长，其实是伫遮学习足侪，因为阮北区合唱团，你甲阮看一下，拢是真正长者，真的是阮平均年龄可能要80岁阮内底有真侪，已经要90岁因为真正是伫遮我学着足侪，所以我无愿意离开北区合唱团，是安尼，我无愿意离开。阮遮的姐姐咧练唱歌风雨无阻的。是安尼，互我足感动的。当然有几位姐姐们已经到天国去了，有的因为膝盖也不行了，声音也出不来的姐姐，好几位我都遇到了。所以我一直咧一个感动，阮爱招新的团员进来，互阮德中妇女部的北区合唱团继续有遐尼侪水的声献予咱的上帝。所以我今仔日阮遮有一个周报有业这个招生献唱，我就希望讲，咱同教会姊妹会当来参加咱北区合唱团。
阮北区合唱团即嘛有2位足少年、阁活泼的老师，阮的叶长仁指挥，甲阮的嘉怡老师，嘉南教会的哈。因为指挥老师是吴淑君牧师家的公主啊，哈，伊咧带阮唱歌，阮拢袂爱困嘛，袂无精神哦，只有会跳舞会唱歌哈，所以我邀请咱桃园教会姊妹会当我时间来参加，这顶头有时间哈，继续我来介绍阮北区合唱团伊用做啥物活动哈。成立民国75年哈。下一张，这个是在嘉南教会，我先生还有几位弟兄就有参加哈。那个时候是30周年的音乐会。好，再下一张，这个是在中会服侍的。来，下一张，这一个也是在台北马街9楼北大女宣道会的年会。下一张，这也是在中会服侍的，这个也一样是在中会吧？慈善表演。这个是228在新竹演唱啊，那个时候是德中北区合唱团、中区合唱团、南区合唱团3个合唱团合起来一起，在228纪念的时候在献唱的，在新竹。那个时代我还没有进来哈，因为日本。我们每个礼拜五哈，在嘉南教会的5楼9点到11点啊，以上我真正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哈，谢谢。报告第3项台德教会建堂的义卖伫咱4楼的外面请大家兄弟来支持因的事工吼。主日毕业典礼，咱伫第2场要举行，财务部的会议、线顶的会议你今仔日要开会吼。赖小组的线顶的交流会议是伫拜1。暗时8点，请小组的同工来参加。主日要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执会。另外就是9月份10月长老是陈祖德长老，执事是黄文光执事甲黄腾义执事。学校会长的就任是伫后礼拜第2场要来举行。事工教会的消息。教会主日的爱餐的实施，咱预计9月要开始吼，较定咱请牧师来报告。双联团契住的方式，因应疫情，今年有做修正吼。伫每月的第1周，礼拜煞伫10点半，要伫701迄个教室来聚会。8区的小组中者若有生日的吼。这个干事来领取吼。小组野外礼拜的流程吼，咱请咱家己来看。具体的消息林漳州长老的长人就是丽云姐丽云长老娘的爸爸吼，吴德新弟兄蒙主温调定伫今仔日下昼3点伫嘉义中会东后寮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关心为这个遗族来祈祷。本会范明燕弟兄甲蔡宇威姊妹伫9月初9礼拜5下晡4点半伫阳明山浸信会岭太后山庄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请为因来代祷。教界的消息有几位牧师要就任吼，请咱家己来注意。代祷的时候，请咱为具体来代祷，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来，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是已经搬线来到咱遮一对翁仔某，因是本来伫中华永福教会吼，这正最重要的郑景成甲林玉新吼翁仔某，咱拍扑欢迎伊伫咱中间。
请坐，请坐，免发起啦吼！欢迎恁来到汤圆，嘛欢迎将汤教会当做恁的家。听讲顶礼拜就来啊，总是我顶礼拜无介绍到吼。真歹势，愿上帝祝福恁在甲恁做伙伫地。伫遮我来补充报告两项代志。头一项就是小组的部分，就是咱真歹势，毋对吼，就是爱餐的部分。我要邀请咱大家来配合关怀部所设计，对后礼拜开始，咱要开始进行爱餐。因为咱即摆现在有礼拜煞了，咱有小组的进行，所以像是对9月份开始嘛有双联团契，所以不管安怎，大概毋望咱会当配合关怀部，咱对9月份开始，咱会先用便当的方式，一份一份拍互咱大家。所以要邀请咱大家会当尽可能留落来，然后来到咱的教会，伫咱的教会内底互相来交易。咱会照这个关怀部所设计，对后礼拜开始来实施。第二项咱的教会有小组的野外礼拜，要邀请咱大家，然后有可能会当缀团契，就是小组做伙来野外礼拜，伫10月30号。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来吟罗马变的诗397首，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全首，吟字刷，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严格拯救你，也愿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夸奖你，就是你。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定格灭岛。
平安日，请四边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